为着要防止战争发生，伫咧1945年6月2日批准联合国的宪章，联合国到当时已经成立80党。不过最近这几党陆续发生俄乌战争、以色列参哈马斯、佮伊朗的冲突，算是真少有去承担着实际效果。联合国的秘书长就提醒大家，唔通无重视联合国的宪章，伊嘛要来推动三大改革。 联合国的纽约总部办联合国宪章特典，纪念今年6月2日联合国宪章签署80周年。不过，这份宪章这几年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We see an all too familiar pattern: follow when the charter suits, ignore when it does not.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not optional. It is not an à la carte menu. It is the bedroc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这几年，自俄乌战争、以哈冲突，甚至这个月伊战争，真多国家拢常常指责对方违反联合国宪章，不过真少国家承担具体效果。在过去一礼拜，伊朗指控美国打击因的核子设施违反宪章，但是美国是强调是根据宪章自我防卫。 有分析指出，联合国宪章或者是国际法，只敢能规范小国家，无法度规范大国。这是联合国成立了后上大的问题。正大程度是因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拢有否决权，但是彼此之间则有正明显的利益冲突。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讲，将会设三大改革，包括提升效能、精简能力、加授权任务执行情形的审查。It's not just downsizing and job reductions or effectiveness. We have to reconcile the two objectives of making ourselves financially sustainable in th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we find ourselves in, but also be attentive, as always, to the impact that we have in delivering on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Charter. 虽然联合国看起来问题真多，不过学者认为，伊依然是国际社会上大的公约数。或就算是上细会员国，也有发出声音的所在。联合国应该回归到从一开始的使命，也就是防止战争。因为有一寡冲突，无一定需要联合国来解决，但是若是强要发生核子战争，联合国秘书长也是上好的调解者。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